麻成老師你好啊！誒，Rico 老師，今日咧我哋有副啤牌喺度喎，咁咧我哋撳到有52張完全混亂嘅啤牌，我哋而家撈勻一次，跟住咧問下老師先，我哋平時玩開咩遊戲啊？我玩開牛牛嘅，冇問題，我哋今日咧就整鋪牛牛啦。OK， 咁咧問下老師，如果咧我哋玩牛牛咧，中意攞牛牛啦，咁不如就洗鋪牛牛俾老友睇下先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而家洗一次牌。OK， 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洗一次牌啦。跟住咧 ，OK， 我哋幾多家人玩嘅牛牛啊？4家咯。4家人玩牛牛冇問題。OK， 跟住落嚟，我哋洗完牌啦，吸牌。OK， 我哋咧派出嚟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OK， 係預言我哋今日攞到嘅賽果，一張煙、一張狗、2張 J、一張女嘅一個全牛。係，我哋就攞到手啦。係，但係咧，不如咧，我哋俾 Rico 老師1至4揀一個你最中意嘅 number。3啊，3冇問題。1、2、3，係第3副，我哋就攞到J、煙、狗、女。希望大家睇完之後，從此遠離賭博。遠離賭博，但係可唔可以過嚟澳門啊？想帶你入賭場啊，麻成老師。梗係冇問題啦，近距離賭博。